奇怪是，伊临死的进前，有甲你讲啥物？阮两个要入来这间草帽的时阵，伫路门只剩一口距离。伊敢若讲，紧追杨北阳，然后伊就出开啊。伊毋是杨北良杀死，奇怪是讲安怎样来说伫这间破厝的内面？以小可的猜测，可能是伊甲杨北阳两个人伫咧这个所在争论过。争论什么代志？哪会死伫遮呢？上遗憾的就是阮两个，也毋是杨北阳的对手。家孙会当将伊逮捕，安尼代志就了解。毋对，你毋通看无起就伊杨北良，伊所使全是绝招，伊正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武林高手。小王爷如果若是早来一家保证，我相信杨北阳伊绝对无法度通逃走。伊确实身法真紧，伊转眼就无看人影。哦，对了，小王爷，皇上派阮两个出京，是要来帮助小王爷你，所以莫阁讲落去，代志还未完成的进程，你毋通袂记恁两个人是要来掠刀角的罪犯啊。所以，咱才袂用咧斗阵。是。天要光咯，咱应该爱分路。好，小王爷，三大。地路门的尸体就交到恁两个来埋葬。是。啊，小王爷，你看。爸，身上密函。密函？对，安尼就对。地路门就是为要阻挡住伊杨北良送密函，所以才死伫这个所在。这就是最后留落来的遗迹。恁两个必须要掠到伊杨北良。是。班长，小王爷还有啥物反对性？恁两个也毋是伊的对手，以免伊毁掉这密函的证据，你千万毋通去接近伊。小王爷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相信伊按客单前往，但是要行的路是按小路，你跟踪伊，毋通去互伊发现。是。为着生命中要紧，我必须要来去请一个人来斗帮我。小王爷，你要请什么款人？梅准生。灵界仙木大烟，梅准生，现在悔过还阁未完呢。小王爷，毋是，白衣公主，你小王爷也好，白衣公主也好，现在我是甲你同款，涉嫌无数的侵犯啊！你会搁知，伫我面头前出现，实在使我意料之外。想袂到的代志是真正多，你大概袂去嫌讲我这个人客来遮甲你较了。
这就要看你的来意是啥物咯。我现在是脱角倒犯，到处都是有人要来抓我，想要来过府闪票过角，毋知会用的袂？朝廷悬赏500两的黄金，要促咱白衣同志，这已经是老早的代志了。为什么这当阵才想要闪票？我现在要以小王爷的身份来暗示啊！真人面前毋通讲假话，小王爷有话请直言相告。无错，有事重托。不敢当，小王爷请直言明告。这是大好的机会，掠到伊梁伯阳，比我会当立刻入讲赎罪。敢讲凭你的身手，抑阁无办法事。为了一举二成的起价，所以才想照中着你对魂切作业。既然小王爷这尔抬举我，在下就义不容辞。一句啊小王爷，两句啊小王爷，现在我是白衣同志。如果如今我既是为皇亲啊，白衣同志是平民，无会化解不紧啊。问你可我加还恁？我本就想要加还恁，谁知你竟然是皇亲，咱的身份差别难相配，阮为此所也不成面。如今我身份是当初啊，朝廷基金我毋敢回，以我的身份正适配啊，应该好好啊。我如当初你若查到迄个不安心啊，下次的情，将讲是恶处的啊，有可能。老王爷伊利用时，唔答应，你要如何带我赴的朝廷？也有迄个一帮啊！一棍差伊，阮问你如何来此的安排？我对无难啊，并无爱，你的心内应该会知哦。毋过，邱无兰深深伫咧爱你，抑阁有皇上，伊也同意，让伊来甲你相亲啊！哎呀，因为娘娘伊爱邱无兰，和五殿下成亲，这
这你哪着操心呢？那安尼，你要用什么办法，通好王爷答应你甲我的婚事？阮皇假使若毋答应，我也无要回调，嘛无要做小王爷，我宁可浪迹江湖啊！这是袂用的哦，你千万毋通为着我而放弃父母啊！父母，我坦白对你讲，我毋是我的父王母后亲生我。我是自细汉，皇上甲我带倒转去皇宫，互阮父王母后甲我抚养的。伊若安尼亲生你的爸母咧？我毋知，连皇上嘛毋知讲我是啥物人的骨肉啊！那安尼你身躯，敢有像即种小负伤？小负伤，无是安怎？小负伤是阮兄妹以后要烧恁的证物。可是，你身躯若有即落小负伤，你就是我失散的二哥啊！这要哪有可能呢？我以前毋是甲你讲过，我从来都毋捌看到这落小负伤啊！你会用啊放心，我才毋是恁二哥。小王爷，请大人有事求见。迄面小王爷，属下是啥物代志？你出去讲无要紧。是牛北阳身受风寒，在鸡鸟山养病。鸡鸟山，鸡鸟山，这是山贼的贼迹，不足为奇。好，这是绝好的机会。梅俊生，你敢知影这个鸡鸟山的地势吗？不但是知影，而且祭祖曾经是阮阿爹的至交。太好了！那安尼即刻行动，由你来带路。是。冰娘娘，启东公主求见。有请。是。有请公主。叩见王妃娘娘。公主免礼，请坐。谢王妃娘娘。公主驾临王府，想必有啥物代志？娘娘，本宫是来向你请罪。公主何罪之有呢？可是，若毋是本宫伫偏殿，讲出小王爷就是白衣童子，也免害你甲小王爷一笔打入天牢，而且又搁被判死罪。明儿虽然越高逃走啊，恐惊今生今世，阮母仔囝已经无重逢的日子啊！拢是我毋好，是我听煞恁母仔囝。这要哪会怪公主呢？莫非
这是命。王爷回府。王爷，你今日回府，为何如此的欢喜？王爷有所不知，明日就要倒转来咯。啊，明日你要倒来啊？王爷，这到底是安怎样嘞？原本明日改办别议当主，弄接江湖，这是奉皇上的旨意。恁的明日安尼去做，是为着要查明一件串通一帮、多谋造反的罪证啊！如今明日已经是罪证在握，明日御前护卫嫌有其证件，密奏已定，陈凤玲向皇兄皇嫂恁道出实情啊！那安尼，明日被判死罪，打入天牢寺。是陈的计策，越狱逃走，也是受陈的旨意啊！小王爷是什么时阵才会回京呢？伊真紧就会回京咯。要若安尼，贵国的叛臣是陈已经命人暗中就咧监视伊，伊是无办法通我逃走。等待明日回京，便可处罪。公主，这次你照着相亲之名来到中原，也是为着这件代志嘛？是。如今我国的叛臣也可抵制。哈哈哈哈哈！皇上，请你下罪，臣妾该死，臣妾不知内情，处处甲小王爷作对，求皇上开恩。爱妃，不知者无罪，平身，平身啊！谢皇上。皇上，小王爷，伊敢有讲什么时阵才会回京呢？根据嫌有其所在，伊是到浣阳办一件私事啊。浣阳，一定是去找迄个白鹿原。小王爷掠着牛北洋，如果查到通反叛国的证据，一张密函，这是一项大功劳啊！白衣公主果然是小王爷，那安尼即摆，伊一定会甲咱帮忙奏明皇上，开赦恁阿兄毋免死罪。当然啦。抑阁有恁两个人的婚事。启禀小王爷，牛北洋有收买大人，派兵亚信加城，马车也已经准备好。好，你先退。是。伯母，咱入口就会用个回京咯。
大同婚，你大同吉。明儿，到底你是看假伊倒一假0千金啊？这位女子名叫白如元，咱是继国繁荣总兵的查某囝。既是将文之礼，就可以明理相配。王爷，你应该欢喜，咱顶下有算头抱呢。对，啊，明儿啊，是不是用你互父王甲你母后，先甲这位白小姐见面尔？当然会用的啊！伊现在伫咱的府外候等。紧甲带入来见。是。王妃啊，明日就要成婚咯，但你毋着爱欢喜啊吼！王爷，这位当然嘛是欢喜啊。如愿，向前参加我的父王母后。拜见王爷王妃。白小姐免礼，紧起来，谢王妃。